中国的军演结束了后，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发表新年谈话，搁再讲到统一台湾。但是陆委会是强调讲，无论这中共讲啥做啥，拢无法度改变这中华民国已经存在115年的事实。另外，去互中国制裁的日本维新会的参议员赵平，伊有想要来台湾访问。伊讲，伊去互中国禁止入境，说是会当来台湾，这就是证明讲台湾和中国是不可能的独立国家。 中国军队发动军演，持续施压威逼台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年讲话受到关注。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针对中国的国台办讲是中国对台军演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和正义的举动。陆委会反击讲，不管中国讲什么做什么，拢无法度改变中华民国存在115年的事实。另外，第一个向中国制裁的日本维新会中国的参议员赵平，嘛伫社群宣布讲想要来访问台湾，强调讲，互中国禁止入境，但会当进入台湾，会当证明台湾就是一个和中国无关系的独立国家。根据印太战略地图的信息，赵平伫初九嘛参加伫台湾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外交部欢迎关注台湾民主发展，并支持台日友好交流的日本国会议员来台访问，亲身见证台湾作为民主国家所拥有的民主活力、社会韧性与多元包容。 中国的军演是引起国际关注。美国、日本、澳洲、印度驻中国大使嘛伫北京举行4方安全对话。大使级别会议中心反对单方面用武力来改变现状。法国、德国、英国嘛表态讲反对武力改变现状。日本外务省嘛对军演牵关台湾海峡紧张的局势，向中方传达日方的观察。 中日关系不好，坦白讲，已经是蛮长一段时，至少10几年，快20年的时间。但只是说最近高市早苗的讲话呢，让这个事情引发新一轮的这个关系的恶化。未来只能说把自己的设法把自己的紧张关系把它管控在一个程度之内吧。 另外，韩国的外交部进前则针对军演来表态，希望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但是，南韩总统李在明初时就要访问中国，中韩外长12月31通话时阵，王毅阁呛声日本是要互历史倒退路，认为韩国这边会伫台湾问题，甲一个中国的原则守护条。记者综合报道。